兩種完全唔同嘅頂級高音。如果用歷史整體表現嚟評分，差距會有幾大？A-Lin 情感厚度同爆發力非常強，聲音密度高，張力明顯，呢個係佢自己類型嘅水平。我俾9.3。Luna 混聲乾淨度同埋靈活性非常強，轉音順暢，高音控制穩定，呢個係佢自己類型嘅水平。我俾9.4。佢由中低音推上高音，力量感非常充足，呢一行我俾9.0。佢嘅高音穩定度同控制力，響現場表現都好出色，呢一行我俾9.1。如果單計自己最強類型，Luna 響技巧控制更突出 ，A-Lin 響情緒爆發更強，兩種方向完全不同，但係都屬於頂級高音。如果你更重視技巧控制 ，Luna 可能更適合你；如果你更重視情緒爆發 ，A-Lin 可能會更吸引你。你會俾邊個更高分？